我是前几日屏东嘉东下六金庄人，我是职业是医生，也是文学工作者，也是诗人。天沙林暗，注视的不日头，对彼此的冰冷树中间，慢慢流落涌泉的油头，坐在海面游来游去。夜色像细羽毛的，轻轻飞落乡村天上，天球上的人影，也看也无，也像一对细杆拍，一群一群条的飞过来，独走林暗的光彩，飞过吊吊，天气本一大块幕布忙得无助，眼看来。变成一盏太阳光。我用诗来表达我内心的感受，土地同人间的情歌。我说我要写自然生态，要写人生哲学，也要写天景同自然，也要探讨生命的意义。我也有写客家诗，我用客家诗来写客家人的状态、客家人的人物、客家人的历史、客家人的文化，同客家人的内心地位的感受。